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民国50年左右，台湾的物资真欠缺，街啊四界拢会当看到大间细间的裁缝店。衫裤若是穿甲海去破去，毋是买新的，是去找裁缝师量身来修改。但是即摆无咯，莫讲穿甲破、穿甲害，甚至才穿几若改，就来送旧衫裤回收咯。所以裁缝这门的老行业嘛，慢慢来消失。有少年人来组成团队，发起抢救裁缝师的行动，希望守住老师傅的工作道，让因的好手艺会当传承落去。也有少年人利用网络建立修改衫裤的资讯平台，呼吁民众用修改来代替购买，延续衫裤的价值，嘛会当降低旧衫裤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卡达裁缝车专注的眼神，将大衣一针一针车线重新修改。在西装裤顶面画出要裁切的长度，再搁用裁缝车详细修边，一领裤就会当重新予新生命。54岁屈君修对于西装的裁缝师，到即马改行做服装的修改师。因为现在年轻人啦，中年人啦，大部分都很少在做定做，直接到百货公司啊，还是有专门店的买现成的。现在人也不等时间啦，做一套西装要他1个月啊，现在买现成的，买一买不合改一改，所以我们才会想到说转换来改衣服。民国40-50年左右，台湾纺织业开始大发展，尤其是延平北路上委派服装行，订做西装的人非常多，店内裁缝师无暝无日在赶工。要过年的时候，一个礼拜不用睡觉，每天赶工做西装，赶工做西装啊，也不洗澡的。但是即马生意愈来愈多，裁缝这门老行业是渐渐的落败，老师傅无工作，为了厝内生活，嘛只好另外找出路。我有一段时间到中华路那时候还没拆掉的时候啊，就是有西装店，也有做修改的。我说怎么可以有做修改这个行业？我们就进去问看看。让他请1个月，才知道他们做的手法跟做新的完全有差别。将出来西装布料甲裁切做长图形，再搁接单，这印表挂底啊就完成了。背带、提带就可以完成了。爱玉阿姨结婚了后，就对行赛屈君修学做衫，但随着产业的凋零，拼袂过经济压力，伊上侪8兼3份工，小小的店面伫饼角摆一块椅仔，帮人客剪头毛，到下晡就爱搁去巷仔口卖鸡排，对下晡3点到暗时8点收工，兼差补贴家用。少了2-3个小时的时间在做家里的事情啊。只能这样啊，不然你要全部靠那个衣服修改，生意差的时候都没办法维持。裁缝业惨淡经营，传统技艺歹传承，眼看真侪老裁缝店就要面临生存危机。由3个女子组成的一块岛啊工作室，发起抢救裁缝师计划。裁一裁，然后顺便帮我缝起来。面对各人力之间找10位的资深的裁缝专家，甲厂商合作，结合时下流行的卡通的图样，做成手挂袋啊、饮料袋啊，或者是笔袋啊，让全职的人会当重新开启裁缝车，会当搁再提剪刀、剪线，找回裁缝师的价值。当然是比较怀念呐、再怎么样也是觉得以前会想要做这一行，就是说，也是毕竟我们结婚生小孩，家庭看顾得到吧，小孩兼顾得到吧。所以我还是很舍不得放弃这个行业啊。好，他们都有能力做，有能力这个有这个技术可以做，可是他们缺少的是没有工作的机会。
因为没有人愿意把工作不给他做，就是他们这个产业能够让更多人知道说，也许，你不用急着在做便利成衣的这样子的时尚，也许你可以用，你会更珍惜你现在拥有的这个布料。比如说这条牛仔裤，也许只有300多块，可是你珍惜这条裤子，让爷爷奶奶用他的手艺创造出它的温度，也许这条裤子又可以再陪你好几年。成衣业的形成，裁缝师慢慢被时代潮流淘汰，真侪师傅流落各地，但是毛服装的拍板仔对着时代，靠着网络行销，开启另外一片天地。服装修改店就伫个天母的巷仔内，下晡时悠然会当对厝内听到这裁缝车的声音。第一顶帽啊，头毛已经白啊。63岁修改师黄德成，对早时工作到暗，拢无休困，就连休假日嘛无通用。对裁量到修改，车线短短无到20分钟，一领运动长裤就会当改到人客指定的形体。要破空的牛仔裤，毛线卡丝，破空的所在用类丝来补，瞬间变色骨口设计感。提出古典风红社会布料，裁出背心的造型，再来师傅修剪领，另外就完成一领有7个年代复古风格小洋装。黄德成师傅14月开始有裁缝，对拍板仔做起，累积30档的老功夫，但是随着工厂关门，伊嘛被迫转职。到尾一间都收起来，你看了会悲哀呢。工厂都移到外国去，过去吼，再过来咧无工课啊吼。咱咧公司也无工课，咱就想来改衫。改衫上好啊，来做改衫，做了做下嘛是可以啊，真好啊。黄师傅真紧地当看出衫的问题出伫倒位，靠伊卡手改造，人客回流率嘛增加，一地衫对各管市上来，调换工作室，后生嘛管理放下原本游艺业的工作，当来厝内帮忙拓展副业，用数位化翻转适用产业。然后车缝过程这样子，我会上字幕。3平大房间，正做一设网络平台工作室，先建立完整的店家资讯，刷来翕爸爸修改衫的过程，好手艺拢无唱播，影片剪辑了后，全部拢传到影音平台。无到半档的时间，订单一张来，业绩嘛翻倍成长，每个月平均收入15万。我自己是确实把我们这一个地点做出来了。然后让大家用导航就能导到我们，这样师傅能接到台北市各地区的衣服修改，这样就是从花莲跟高雄这2个区域开始看到我们的文章，然后他们就觉得不然我们的衣服也给你改，所以他们就触发我去说，也许我能做全台湾的。我无感觉讲这个是几摆，无个是几摆，但是吼，第一网络啊做重要，像伊。吼，甲做网络了吼，就要爆发起来，差足多，因为人拢办法出来。靠着网络宣传，将市场扩展到全台湾，愈来愈多少年人汇聚创意，推展友善环境理念，成为传统产业带来改革甲升级。长期关注环保的杨炳芬夫妻，2019年10月启动台湾服装、鞋啊、皮包修缮地图的计划，希望。一般的消费民众可以把你家附近的这个修改工作室的资讯上传到我们的平台，修皮的、修皮包的，或是修机能服的，或者是修各种特殊的东西的。其实像这种很特殊的这种修缮的部分，其实在台湾的各地都还是存在的。想要帮民众甲裁缝师看线，杨炳芬计划甲转带裁缝师、修改师店家特色全场拢列出来。服装、鞋啊、皮包、修缮地图的草稿慢慢成型。因为即摆快时尚的风潮兴起，民众修改衫的意愿降低，旧衫回收的数量嘛逐档升高。在人行道上到处可以看到像这样的旧衣回收箱。根据统计，旧衣回收数量，2015年呢是4.200公吨，2017年是63000公吨，到了2018年呢就已经突破了7万公吨，等于平均每分钟丢掉了438件旧衣服。台湾从2017年之后，其实我们旧衣的量是以
好几倍的方式在成长的。所以我们在思考，就是说什么样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就是循环经济，或是让这个衣服的过剩可以减缓的方式。那我们就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都比较大家现在比较少讲的，就是把你的衣服拿去延长寿命，也就是做修缮跟保养。延续衫度内每一领衫的价值，减少生意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新世代青年无愿意看到父辈老手艺凋零，嘛拢想要甲这心怀绝技的老师傅一个一个找倒来，毋但要互因重新搁倒转来裁缝的工作道，嘛要留掉台湾上水的记忆甲温度。